大家好啊！為紀念 Clam 畫業35週年、百變小櫻連載30週年，同埋 Good Smile Company 成立25週年，特別將全新繪製嘅紀念插畫立體化，推出咗木之本櫻 My First Sparkle。彩色原型終於公開啦 ！Good Smile Fest 亦都展出咗實物，等我帶大家一齊睇下。小櫻直接坐喺可魯貝洛斯嘅背上面，呢一個構圖完全就係 fans 圓夢嘅畫面。仔細望下，每一個細節都拿捏得好好。藍白禮服搭配背後透明嘅大蝴蝶結，可愛之餘又不失華麗感。而半浮喺空中嘅姿態亦都好有張力，整體動感十足。底座仲可以發光添，誠意感滿滿。連埋呢一款 Clam 同 Good Smile Company 總共推出咗3款週年合作嘅企劃，原型師都係河原隆幸。個人覺得第一款15週年嘅面雕最可愛，而第二款20週年就最有仙氣感。今次呢一款就氣勢感十足。大家最鍾意邊一款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聽。